你是否曾經想過，中國的富人們為什麼那麼熱衷於將資產轉移到海外？是為了逃避監管、規避稅務，還是為了尋求新的投資機會？今天，我們就來討論一下這個話題。在中國，像彭先生這樣的房地產和互聯網新貴們，在資產高峰期都很積極地尋求海外房產、身份計劃，甚至第二家族基地。這背後的心理不僅是稅務規劃，更是一種對制度不確定性的防禦策略。然而，多數人的出海策略並未形成真正的全球結構，而僅停留在購房、投資與移民層面。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缺乏法律結構、信託體系與合規，使得這些資金在海外容易被凍結、課稅，甚至被視為高風險資本。這正是中國第一代富人面臨的共性困境，財富的速度跑贏了制度的成熟。因此，從2020年代開始，外部環境與內部政策的變化讓出海成為不再是選擇題，而是生存策略。國內外匯監管強化，反壟斷政策落地，稅務信息自動交換 （CRS） 全面實施，使得資金流向透明化。同時，美元升值與國際利率變化，使得全球資產配置不再只是避險問題，而是收益結構重建問題。許多中國企業家開始意識到，出海不是為了逃避監管，而是為了在全球範圍內重建全球化配置版圖。財富的第一代靠創業積累，第二代必須靠制度守成，第三代若要延續，則需靠文化與教育。因此，財富出海並非終點，而是中國家族資本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步。它讓企業家開始理解制度的力量，並為後續的家族信託、家辦治理、國際稅務規劃奠定基礎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相關議題，歡迎關注我們的頻道，與我們一起探索中國家族資本的未來。